等一下， 1、2、3、4、5，中间第二格的中间。第五、第二，第五第二个中间。哦，去哪里了？因为它有的就在中间。放正中。歪掉了，你叫什么？他做的，有人，他最后一个来的，第一个完成。他做的。看你们呢，我在后面偷偷的看。强哦！大老师帮我做。拿，哦，把它弄到里面，方便哦，压着，这样不会掉。不会。那那个的好啦，你看。哦，好，再来这个母的，一样的。你看哦，我们几个？7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哇，7个你用3个。折。第三个折起来。哎，那你看啦。它是6个，他用7个。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你要刚好的话，你要大概在这里。你看1、2、3嘛。3，那你就在这边第二个。你看随便。这个其实跟那个没一样。啊？没事。突然冒出这句话，我也没有参与。没有上。你不是有上吗？啊？你有教过这个？没有，还是他们。好。捏紧就对了。捏紧。OK， 好，你看。哎呦，漂亮呢！还有绳子嘛哈。等一下哦。等一下还有这里吗？咖啡色的给我。咖啡色。 2条给我。还要有一个。甜的不要丢。咖啡色。看一下怎么做，回去才会哦。咖啡色一样的做法，你做一个看折对折，钻进来，一样的做法，一样这样子，做十字，田字边，是啊，它比较好。有吗？一样做什么的？做什么？你看哦。遮丑用的。你放在外面，遮盖起来。你看。盖那个。好像很烧呢。老师起头就。太优秀了，就要第一个那里在这里把它盖住。是要盖它。有吗？你看，是的。我讲过。我的在那里。然后呢，这个会很丑哦。对呀，你要用这样的方式，看你自己。插进去。对，盖起来就对了。这样子塞进来。好。越来越高，他的手越来越高。好，在这边掩饰它那个扣子就对了。这个啊，遮起来，遮起来。对不对？剩下的短的，一样颜色，不要乱丢。一样颜色，要带回去。这个呢就直接了，没有，直接塞到里面去，塞到。藏起来就对了哈。藏一半，藏起来。藏一半不是我在讲吗？这个就可以煮饭了。怎么讲都 OK。我还没有第一次。来，我的那个。我从早上6点半出来的，还没回家。好，剪掉。漂亮耶！缝起来，然后这个也是把它弄到塞到里面去，一样把它塞。放在尾巴都留在藏起来这个。然后它这个就。老师成品是这个，老师是这个，他找到那个。那个比较，那个是那个比例不一样，用这个。老师，像这个也可以用杯垫。杯垫。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都可以。你说这个垫，这个做平的都可以。你不要那个盖子哈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收起来哈，一样收，然后你也可以手提袋了，你自己买那个像手提袋这边也可以。那个线呢？这个线。老师要加这个绳子。对，线，等一下还没。老师，那个也是你编的。
对呀、那个3500，仿这均匀定准的。仿藤皮的那个打包袋，也那个比较贵，袋子是而且比较好编，比较软。其他材料比较对啊，你们可以买那种回去编比较好。里，没有啦，我说要整，他那一天又没去看哦。我做那种的呢，六个哦，那一天都卖光了。来自丰年祭的时候，好像那个时候是丰年祭外的时候国人买，不是有去看？真的有开过丰年祭那天啊，对，我们在那个没有做好再去。现场怎么可能呢？一下哪里有时间？然后好，这个好了哈，来接加线的绳子，你要哪一个绳子？你要什么颜色？要配什么颜色？紫色的，这个只是一年，哎，那不要靠近那个，这个你看那不要靠近我是咖啡色。对呀，你要多长？你要背多长？还用背的啦。这线，要很长吗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你要多长，你自己剪啊。看你色，对啊，哎呀，嘿嘿嘿，这里没有，看一点，码头哎啊，，拿走。还要多留一点吗？老师，不用。不用啊，现在就这样就好。直接绑了。同学这个就要一下。